係婆婆個爹哋喺呢度打仗咯。當年奮戰赤山崗，血跡殷紅染故鄉。舊地重遊情未了，思潮起伏憶忠良。My father，呢個係婆婆個公公啊，婆婆個公公爹啊，婆婆個公公以前喺呢度打仗噶。我90年去咗澳洲，以前我父母在世嗰陣，都係差唔多年年返噶啦。我父親個鄉下就喺南朗石門大象鋪村咁咯。依家嗰啲鄉村建設樣樣都唔同晒，咁啊都感觸好大咯。唔同於以往嘅係，呢一次陪同金建清返鄉嘅，仲有佢嘅荷蘭親家、女兒、女婿同3個外孫。除咗遊山玩水，一家人仲專程前往金建清父親金子元當年戰鬥過嘅地方三山虎山附近懷緬先人。佢俾日本仔啲刺刀又吉穿個胸，啲腸又流出嚟，又暈咗，唔知3日2日先係發現，揾翻佢咧又已經即係嗰啲血啊、蟻啊、蟲啊都爬滿晒咁咯。1945年5月，日軍300幾人，偽軍近1000人進犯三山虎山。金子元等24名珠江縱隊戰士與其展開血戰，佢哋耗盡咗全部嘅彈藥，多名戰士壯烈犧牲，最終以少勝多完成咗阻擊任務。金子元獲戰鬥英雄稱號。咁佢受傷之後嗰陣又冇醫院嘅，都係啲村民啲草藥啊咩咁嚟醫治，所以佢對呢個家鄉佢哋嗰代人係有一定嘅感情嘅。我細個就聽啲故事，而家見到真係個地方好特別咯。我哋個3個，一半係荷蘭人，一半係中國人。咁我想佢哋了解多啲佢哋中國嗰邊咯。今次係第一次嚟中國，因為我公公婆婆中意睇嗰啲 countryside， 咁咪俾佢哋睇下 countryside 係點嘅咯。佢哋可以識多啲中國嗰啲人係喺邊度嚟。